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2章20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页。我来读：受伤的路德，伊无要压制；马花的火星，伊无拍煞。正道，请过雅情传道。今仔日的题目是轮转手的奇妙旅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足欢喜会当来到建成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这是我的歹势吼，我的台语不是少认真的哈。我是阿美族，然后想跟大家用我的母语跟大家问候。那爱好萨利嘎嘎平安。那爱好就是你们好吗？对，然后阿美族叫做阿美族的加油叫做撒一次任，撒一次任，谢谢你们回应我哈。那我很开心能够来到建成教会，来跟大家分享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也谢谢义杰牧师跟志美牧师跟小慧的邀请，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一些的事情。那我想分享的是轮转手的奇妙里程。那并不是我的坐轮椅有什么特别的奇妙的特别的里程、特别的恩典。那我是想要分享说，若不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我这段坐轮椅的里程不会非常特别奇妙。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这个经文在我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影响我。也因为这个经文，让我更切实知道说，上帝不丢弃我。那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犹太人他们用芦苇当作他们的笛子，但是如果有被压伤之后，他们会折断，就把它丢弃了。那个麻会染上油，而这个麻如果没有发出火把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它丢弃。但是就最微小的东西，上帝仍然把它捡起来。我记得这个经文当中，上帝让我再一次知道说，即便是我的生命残缺或者坐轮椅，但是上帝对我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所以我想用这样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也在我生命当中，上帝一次一次的来带领我。那这是我从幼稚园到进入到台湾神学院。大家有看到每一个里程都不一样吗？我想这底下的有哥哥姐姐、阿姨、叔叔们，我想你们的年龄更比我更长辈。那我虽然用这短短的37年回顾我的生命里程，我觉得上帝非常的特别奇妙。在我还不是这么完全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就一直在保守带领着我，引领着我。大家有没有看到非常不一样的脸孔？好，这都是同一个人。我最特别的就是我从单眼皮到双眼皮这不是有去割过的哈，这是天然的。就有一天醒来的时候，我就变双眼皮了我以前是韩国人，大家应该没有看过原住民有单眼皮的吧？像我以前真的非常像韩国人哈。当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就变双眼皮。从那一天之后，我还非常害怕睡觉，因为我怕我一睡醒之后我又变单眼皮所以其实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里程当中，我都看到上帝在回顾的过程里面，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在我生命的最年幼的时期，上帝也眷顾保守看过我。我过去不是就出生就坐轮椅，而我是后来车祸之后才坐轮椅。那大家应该知道我是哪一个啦哈？在30年前，我的妈妈就有帮我打光哈，那个最白的就是我所以我不知道我妈妈到底在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设备哈。那其实我年幼成长就在基督家庭上面成长，所以其实信仰福音对我来说非常的自然。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以为
这个信仰就只是我父母亲的信仰，跟随他们就来到教会，很自然就接收这样所有诗歌、所有聚会、所有的一切的方式。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却把这样的信仰当作是理所当然。我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也当作是理所当然。也在这样的理所当然当中，我觉得好像我一切的顺遂，我都觉得都是靠我自己而得来的。那我就很自然觉得说，人家对我的爱是应该的。在那个年轻的岁月过程里面，其实我因为觉得我的凡事都可以靠自己，所以我觉得信仰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支撑。岂不知这个信仰却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却是更加的丰盛，能够应对生活的每一个时期。这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不太懂的，所以其实我从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在台南读书的这阶段当中，我一直不断探索自己：我为什么要到教会？我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聚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在外面可以追求我的人生。特别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追求的是五子登科。也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以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开始展翅高飞。我年轻的岁月，我可以彰显出我的能力、我的作为。可是，在大学要毕业的前3个月的时候，我发生了车祸。这个车祸打乱了我人生的计划，我人生的梦想。这个车祸也改变了我对人生命的看法。也因为这个车祸，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看见自己是有限的。即便我高中到大学，我是榜首进去，我是如此的自傲、骄傲，说：“我靠自己都可以，我何必需要上帝呢？”但是也因为这个车祸，让我看见我的生命是何等需要这位耶稣救主。我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我自己以为的那个能力，却是因为车祸之后，我才看见，原来人真的需要耶稣。当我车祸受伤送到医院做了很多检查，医生走到我的病床旁边，对我说：“你撞得非常激烈，所以你从胸椎4到第7节是爆裂性粉碎。”对我来说，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名词，我只知道说我当下下半身就已经没有办法知觉，没有办法做动作。我是说：“医生，我的病情到底是什么？”他说：“你未来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用走的，你可能一辈子都躺在病床上面。”那样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就像宣判我人生的死刑。接下来我被推到加护病房的那3天当中，我呼求上帝，我恳求主。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样活下去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因为一辈子都要躺在病床上面，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我还能够怎么样去回应。也在那个时刻当中，我跟主说：“主帮助我，不让我的眼光定睛在我的苦难难处当中，也帮助我不要让我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在我要毕业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说：“主，我渴望你的医治，但是求你保守我的心智，因为我知道我会因为这样而离弃了你。求主，你给我一个平静安稳的力量。”你知道，在加护病房的那3天当中，每3、4个小时，护士帮我翻身，每一次的翻身，其实都在证明说医生所说的确实如此。我一辈子都必须等别人帮我翻身。可是也因为在那个祷告当中，上帝让我看到墙壁上的这2个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也因为这样的经文，让我感受在当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上帝是真实的，原来这个信仰是那么样的真实，可以感受到的。
也在那个时刻当中，我感受到被上帝的爱拥抱。也因为那个2个经文，我知道我的生命还有价值；也因为那个2个经文，我知道我生命当中还可以为主做些什么事。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完刀之后还是要复健。有复健过的弟兄姐妹，我想都知道非常的辛苦。每一次要做一些我们原本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如今却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挫折感、失败感，有时候一直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非常的辛苦。但是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没有一种痛是完全不痛的。但是如果可以找到内在柔和的力量，将能够与痛苦平静相处。这样的一句话，我知道唯有信仰能够帮助我在任何的患难、沮丧、痛苦当中，找到一个平静安稳的力量，继续向前走。上帝非常的奇妙，他知道我何时会想放弃，他知道我何时会觉得我没有力气再继续向前走。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我一次一次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很奇妙的，在这个苦难当中，我才重新了解到自己是谁。也在这样的痛苦、在这样的失败、在这样的挫折里面，我才知道生命的每一个点滴是如此的奇妙。奇妙的是，上帝在我的苦难里面，而他也参与在我的痛苦当中，也陪伴在我的痛苦里面，和我一起向前走。每一次我非常难过、无助的时候，上帝常常会用他的话语给我力量。而我们也每一次在这样的复健的过程当中，我也一次一次依靠上帝。因为其实每一次在复健有挫败的时候，因为我过去可以行动自如，但是我被受限于下半身不能动，所以每一次在复健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的怨言的声音。可是我每一次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总会有个声音稳定我自己，让我的眼目重新可以定焦在上帝的身上。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帮助我，让我不抱怨，使我知道你没有丢弃我，即便我每一次复健都不如我的期待，但是求主调整我的眼光，让我看见你不是因为我做错而错待我，也帮助我，让我常常知道说你与我同在的记号，也帮助我在苦难的里面，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的，而且让我可以天天的来赞美你。刚刚的诗班所唱的这个诗歌，哇，虽然有一大部分我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平静安稳。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也让我在苦难中可以天天来赞美他。在苦难里面天天可以赞美他，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给我的祝福，上帝给我的信心，让我可以在苦难里面仍然仰望他。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复健，上帝都总是给我他的话语，让我知道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没有在我的难处当中，没有上帝的同在，我想我的难处仍然是痛苦的，是辛苦的。但是如果在苦难里面有上帝的注入，有上帝的同在，我的苦难就不是苦难，而这个苦难却是有甘甜的滋味。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在受伤的时候有我的家人支持我，有我的家人陪伴我，有我的家人鼓励我。这是我的一家人，我们都会到各地去来分享，去见证，唱诗歌。或许可能有人搜索我的名字在网络上，也有听过我在 GoTV 去分享，也知道我的母亲在我车祸的1年多之后，她也临到恶性的淋巴癌，但是她也在其中和我一起敬拜这位上帝，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所放下的这些许多的恩典跟他的怜悯，
是因为他没有丢弃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患难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微笑面对我们的难处。也因为如此，我才真实感受到上帝是爱，他是爱的源头。如果不是他的爱，我想我没有办法可以接受很多人对我的爱。我过去可以行动自我，非常的自大骄傲，我觉得我不需要别人的协助。但是因为坐上轮椅之后，我非常需要旁人对我的协助。特别是刚刚有长老4个好朋友把我从台下抬到上面，哇！我觉得我真的是比那个电梯坐上来的，真的是感觉到好要被尊荣。原来圣经里面的4个好朋友被抬的那个人的心情是如此哇！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也因为他们的愿意，他们的付出，让我可以接受到这样的爱。这个爱不是因为我跟长老或者弟兄姐妹有血缘关系，而是因为这位上帝。也因为这位上帝让我开始学习怎么爱、付出爱以及接受被爱。可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一个人面对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还是会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孤单跟痛苦。有一次，我复健完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那一整天都一直非常的不顺利，连我要移到床上的时候，这过程当中移位的过程就是我跌倒，然后把我的脚抬起来到床上的时候，我的大拇指又扭到。所以其实那一整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不顺利。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内心涌出很多的情绪，而且是非常负面的，甚至觉得说，主，我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每一天都要做这样的动作吗？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挫折，而且也担心未来如果一辈子都这样的话，我到底要做些什么？对自己有很大很大的失落，甚至在内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混乱和失望。可是上帝非常奇妙，他却让我在沉淀的时候重新面对我自己的情绪。有一本书说，情绪没有对错，而错的是我想上帝创造人，他其实也知道会有情绪，可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情绪，我都觉得是我不舒服，我不高兴，我就要反映出来。事实上，其实我不了解自己，也因为受伤之后，我更深更深的了解自己，体会自己。其实这样的负面的情绪是上帝一次一次给我的恩典，让我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把这个软弱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也因为在那个软弱当中，我向神祷告说，主帮助我在苦难中仍然与你相遇，在幽谷当中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在绝望的时候让我看见希望。即便我仍在苦难痛苦幽谷当中，但是赐给我一个生命更新的能力，并吸引我走向你为我预备的那个宝藏，而那个道路使我一生渴望永远在你的怀里。我看到经文大卫说，我不求别的，他只求他的一生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也渴望说，我的一生永远在上帝的怀里，不离开他。也在那个祷告当中，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意念，说我要去运动。也因为那个运动，我觉得上帝开启了我更扩张的生命，也透过运动，让我更深了解上帝不同的前面的属性。也因为在运动当中，我才真实的可以更深更深的与上帝连接。我跟神祷告说，主，你让我带我去运动，让我参这个运动，不要让我自己有感到骄傲。我说求主让我透过运动更了解自己，也了解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只要我参加比赛，如果有前3名，我就换下一个运动。也上帝也透过这个运动，一开始参加竞速轮椅、推轮椅，
还有三铁这个运动当中，我每一次在推的时候，我非常享受在操场上在推，因为就一个人，然后就听着诗歌，听着我们的 MP3有里面的经文，就一边推一边享受在运动在复健。后来我心里面感动说，生命的美好是因为能够及时的信主，生命能够完整，是因为我们适时在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来依靠他。过去我都一直想要说要了解这个信仰，了解这个圣经所说的，我才要真实的相信。但是其实，我们只要相信，就会全然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在这样的运动当中，上帝每一次都带领我，让我更深的体会。我们的音控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好，对。所以每一次在推轮椅的时候，常常会受伤，但是我觉得，所以遇到低谷，我却是祝福的，因为我从过去我自由自在的行动，可是我的内在里面是被受限的。如今我虽然被受限，我的自由虽然被受限，但是我内在里面却是自由的。虽然我遭遇到患难，但是上帝与我同在，使我每一次越过这个患难。虽然我每一次受到痛苦，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是伴随在我的痛苦里面，超越这个痛苦。也因为在这样的运动当中，我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这是我接下来要播放的是200公尺全国比赛200公尺决赛，然后有6个人，我在中间的第4跑道。好，那个可以帮我播放一下。而且里面还有我的粉丝哦，大家待会可以听到一些的声音。在中间这个第4跑道。好，就短短的，而且里面还有我的粉丝哦，大家待会刚没有声音没有关系哈。好，重新播放。亚瑟加油！有听到高八度的声音吗？哇！我想那个阿美族就用那个最后的那个力量把它唱那个加油出来。加油叫做骰子刃，骰子刃哈。骰子刃哈。上次我记得一节牧师说有那个泰雅的那个教会的来，他是泰雅的叫做卢嘎。但是我现在想要教你们的加油是骰子刃，你们可以忘掉他们的卢嘎，要记住要记住我们的骰子刃好，这个200公尺是在我练习完之后参加的比赛。那我那一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只有一股脑儿就是往前冲。也在那样的比赛当中，我心里想的只有前面照着这个道路往前跑。最后我破了全国纪录跟大会纪录，所以从100公尺、200、400、800，几乎都是我的纪录保持人。我觉得上帝透过这样的运动，让我了解到说，我的一生都要跟随他的道路，永不偏离他的道路。只要努力的推到终点，我必有那个奖赏在我生命里面。虽然我的生命经历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不会击溃我们，而是为了更坚固我的信念。而这个信念是让我更知道我怎么样在难处当中，我可以仰望这位上帝。可是上帝特别奇妙的是，不只是让我参与这个竞速轮椅，也让我参与了游泳这样的运动。我下半身没有办法动，所以我一下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在下水的时候，我要不断的拍打，才能够使我稳定着，不然我没有拍打，我的那个水会一直载浮载沉，就会一直喝到水。也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享受，也很感谢上帝。虽然每一次很辛苦，但是当我一下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终于脱离了轮椅，然后进入到水里面。而在水里面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自由自在。而在水里面沉在水底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浮潜过？沉在水底的时候，你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你只听到自己的内心里面的声音。哦，有时候可以在水里面来祷告，而那个时刻是完全可以与世隔绝，进入到更深更深的与神连结跟自己的里面。所以我非常享受在游泳。所以其实我每次在游泳的时候，就会在努力的过程、游的过程，都会一直不断的祷告。后来我参加了全国比赛，我一去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游，我一下水的时候非常冷，还在搓。可是裁判根本不等我，就直接砰哈，我就直接游出去了。在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泳镜都还没有放好，就是一个正一个反哈。这100公尺要拼命游这样，完全看不到了连唯一一个正的那个水就慢慢漏进去这样。可是，在游的过程当中，我很想放弃，可是一直告诉我说要游到终点。最后我游到终点的时候，我其实喝很多水，因为紧张会紧绷，可紧绷的时候身体就不协调。我大哥、二哥把我拉起来的时候，非常兴奋，说你破大会纪录这样。我记得我还在打嗝，这样喝太多水我就回头说，我到底怎么游的自己怎么游都不知道。所以我大哥以为我很厉害，所以他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日月潭横渡日月游可以报名下面挂号身心障碍者也可以参加，他就帮我报名他说我们一起去这样果然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日月潭清晨的时候，将近有2万多个人在那边热身清晨5点多根本看不到，都是雾。然后在那边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心里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恐惧。我说哥，怎么都没有看到坐轮椅的？他说不要管这么多啦，反正就是可以参加就对了这样。那时候我就讲说，哥，我们要游到哪里？这样，我哥说，我听人家讲说，好像要游到对岸这样。我说对岸在哪里？根本看不到对岸这样。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的恐慌，但是我大哥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游，反正我们慢慢游，我会陪你就一下水之后，游了500公尺，我真的受不了，因为再怎么样，我游泳池100-200公尺我可以先休息，可是在日月潭完全看不到日月潭的尽头在哪里。所以500公尺的时候，我就想说哥，我要放弃了我大哥讲说，我们原住民没有放弃这2个字我想说，我死是我死，不是你我可能死在日月潭这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终竟然游到日月潭的对岸。这个过程里面是有诗篇23篇陪伴着我。我不知道，因为太多人了，有时候会踢来踢去。可是我在游的过程当中，诗篇23篇就进入到我的心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当我背，我就最后就游到了日月潭的对面。我觉得上帝透过这样的游泳，一次一次锻炼我的生命，怎么样在挫折当中、磨难里面持续的可以来依靠他。也每一次在思想混乱或者思想恐惧的时候，上帝总是用他的经文，使我的灵命渐渐的成熟过来。我想，如果在这个运动里面，如果没有这位上帝，我早就放弃了。而上帝也很奇妙的，让我在透过玩这个运动之后，我进入到下一个射箭的运动。过去我不知道这个射箭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或者属灵的意义，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射箭这个动作，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最的意义是射不中靶心。我当时就是一直想办法要射中靶心，但是进入到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我才知道罪的意义在原文上是射不中靶心。每一次在练习射箭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大的挑战，我要稳定这个弓，不让它倒下来，因为我没有腰力，所以我维持下来要稳定射到70公尺，是一定的挑战跟困难。可是，在射箭这个2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找办法，直到有一天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才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办法。也因为这样的办法，让我开始往后更加的稳定。就是在我拿起弓的时候，我就先开始祷告；当我放下弓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谢的祷告。我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在射箭，我就渐渐的找到方法跟方式，我也找到我在射箭当中的这些协调的动作。而一次射箭，我的箭越来越集中在靶心里面。我参加了全国比赛、甲组比赛第1名，
参加了全国国手选拔赛，也是从16强、8强、4强到最后冠军赛，也拿到了第1名。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大家如果有看过射箭比赛的话，他们是两个对抗，拿到6点。当你没有拿到6点之后，平手用1支箭决胜负。所以我从8强、4强到冠军赛，我一路都是用1支箭，最后跟进入到冠军赛。我的秘诀就是，我记得我面对到的冠军赛的对手是，奥运2届的铜牌，他在世界排名他是第1名。当时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紧张，在最后1支箭，心里非常乱。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个祷告，我的那个祷告是说，主把那个大卫面对歌利亚的准度赐给我，好让你的旌旗今天插在这个土地上，好不是让人看见我的荣耀。所以我一祷告完，我就出手放箭，对手也是射出去，我们都射到靶心，然后只是要看到底谁比较近。裁判走过去的时候测量，我跟他之间差了0.3公分，我最靠近中心点。就这样判我赢了。在这个事件当中，比完之后，后面有一个人讲说我就跟你们讲嘛，只要郭亚生一祷告，他的上帝就帮助他。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对我的上帝很有兴趣哦。所以其实这件射箭的意义当中，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经历。有时候我在信仰当中，我们不是一次就射中上帝的心意，而是不断的在透过祷告，不断透过在生命当中的淬炼，其实一次一次对焦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也因为这样的生命，使我走过这13年，而在每一年当中，上帝怎么样带领我进入到很多的地方，到学校，到很多的地方去来分享，到偏乡里面传扬上帝的大能，传扬上帝从来没有离弃他的百姓。从来传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他的盼望跟他的恩典。我非常喜欢诗篇的16篇，里面有那个经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使我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原来幸福人生就是如此，心里面可以欢喜，灵可以快乐，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不好意思，我可能会稍微快一点我的分享。也在这样分享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在祷告，求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持续带领我，给我他生命的恩典的记号。也在这样的带领当中，上帝引领我，本来要出国比赛，但是最终引领我进入到台湾神学院去读书。也在台湾神学院去读书，受装备，被熏陶，使我在这追求我自己是谁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上帝是谁。当我没有认识上帝是谁的时候，我绝不会认识我自己是谁。因为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即便你现在没有得到医治，但我仍然是医治的神。即便你现在仍然感受不到我的爱，但是我的爱从来在创世以前就没有改变。也因为在神学院的读书当中，我一次一次，上帝重新充满浇灌我，使我的生命可以重新再次注入到新的油，而再一次每一次来分享。上帝也恩待我，让我找到我的太太，不是我找到，是太太看见我而接纳了我，是因为上帝先看见了我们。而这是我们的结婚的那个喜帖，高举上帝的话语，高举上帝自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阿卡贝的爱，坚定不改变的爱。我也跟太太说，我对你的爱有从上帝而来学习这个坚定不改变的爱。我们也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许许多多的带领，每一次的相处，每一次的沟通，都让我再次非常惊叹。我太太是平地人，她的父亲是对，他是平地人，那我是中东人，他是天龙国出生的在台北出生我是中东人，中央山脉以东最偏偏的但是因为这样的结合在一起，也真的让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看见，有这样的文化接纳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非常特别。如果不是这样的文化融合能够在一起合一，能够来彰显上帝的爱的话，我觉得就是如同像信仰一样，上帝透过这样的爱，使我们能够彼此坐在教会里面，彼此分享上帝的爱。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爱，虽然婚姻当中会有很多的摩擦，因为我常常用声控因为我没有办法换到灯泡，所以我都会说：“灯泡坏了，你去换一下啊。”所以我太太就常常在这过程当中觉得怎么会如此？但是也因为在这样的婚姻里面，是因为有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持续稳定走到如今。虽然没有结婚很多年，但是至少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渐渐的找到我们能够彼此和好，或者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地步，就是因为这位上帝。所以我现在在马偕医院里面服侍服务，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让我可以接触这些我所不认识的人，这些从外面有需要疾病当中需要被照顾的，被医治的这些人民。也因为上帝的爱，让我开始学习怎么样爱身边的人。也因为如此，我觉得最后我很喜欢这个经文，也每一次在我难过的时候，在我沮丧的时候，我常常用这个经文来激励自己，就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4节，这是新译版本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看得到吗？好，我如此爱你，是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这是上帝透过圣经里面对我说的，我相信上帝也在你们生命当中也对你们说，你们非常宝贵，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有地位有名分而爱你，是他原本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先爱的。所以我每一次在激励我自己的时候，对我自己说，不要放弃，持续的奔向上帝的美好的道路，使我的生命一次一次可以进入到更丰盛之地。也愿这样的分享，让你们也可以经历到，虽然我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但是我们有同样一位丰富的上帝。这上帝是怜悯的上帝，这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他也是充满爱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里程里面放下你的爱与恩典跟祝福。也谢谢你在我们每一次在生活、在工作、在服事的时刻里面，你总是赐下你的祝福恩典，特别是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找到你。谢谢你，你的恩典的记号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里程。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论在身上有病痛的、不舒服的，主啊，求你再次向他们显明说你是真实的，如同你向我显明一样。主啊，求你祝福在我生命当中的，也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跟线上的，让你的30倍的、60倍的、100倍，超过一切的丰富恩典，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使他们也感受到主你是真真实实的上帝。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回应的圣诗，圣诗第193首，即时就主耶稣。圣诗第193首，即时就主耶稣。会众请起立。